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1月19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长政见发表会16号伫咧北区文玩活动中心进行着最后一场的政见发表。6位候选人当中，国民党候选人高书博选择无要到现场来表达伊抗议台南市选委会无举办辩论会。选委会也伫咧第一时间来表示尊重伊的选择，但其他的市长候选人大部分拢表示无认同伊的做法。5位候选人手牵手，伫咧最后一场台南市长政见发表会开始进前，先合影留下纪念。但独独减少了国民党籍嘅市长候选人高书博，伊无来参加这场政见发表会，是要表达伊抗议台南市选委会无举办辩论会。对着高书博安尼做法，黄伟哲率先来表示，选委会是依照着选罢法，完全拢是照法律。高书博是学法律的，应该理解着选委会做法。其实高书博先生是学法律的啦，那选委会是不是有明文规定，就是在登记的时候就应该决定政见会发表的方式了？是不是事后可以已经选举进行到尾声了才做这个方式的改变？我觉得其实都一切尊重选委会以及法律的解释，这个不是我个人能够决定的，也不是所有的候选人说决定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应该是在登记之初就应该决定了，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觉得其实个人候选人决定参不参加，我们都予以尊重了。那如果不参加的理由说去参加政论节目，这就觉得蛮令人奇怪。但是我们还是予以尊重。高书博选择无要来参加政见发表会，其他候选人大部分拢无认同。苏焕智甚至来表示，这是无尊重选民的行为。我们认为政见发表会其实是对选民的一种我觉得是一个义务啦，也是一个对选民一种表达一个真诚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认为这个高书博没有来参加，其实算是一个比较不得体，那也不尊重选民的一个行为。如果是以辩论来讲的话，应该是在第一场我已经有开枪了。我开枪的时候，应该因都要接落讲来大家来辩论，那迄个时阵吼。我相信我拢会来参加，但是呢，若是那时候没有讲，到现在已经都进入尾声了，才来讲说要辩论吼，我认为迄种急救章啦吼，无来就无来，唔通用这个辩论来做借口，这我感觉安尼唔好啦。我想高委员他的政见大概在第一次已经这个陈述完毕，那我个人呢因为很珍惜这个跟市民对话，然后跟市民报告的机会呢即使办200场，我有200场都会到。无党籍的市长候选人林义峰无愿意对高书博无出席表达任何意见，伊颠倒向媒体来指控，表示11月24号将要举办的音乐会，原本市府已经通过，但后来佫变做无允准举办，伊认为市府安尼做，互伊非常困扰。爱3、4个月前就关，这种根据市政府允准，这种市政府佫讲伊袂使。这个到底即马才要安收煞，而且阮也讲过出去讲过出去即马要安办，确实真的很困扰。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对政治素人起步，全力拍拼的南区安平区市员候选人林世杰，17号下暗举办着团结之夜感恩晚会，并且邀请台南在地知名的飞鱼乐团来演出，希望当赢做胜选的气势。这场选举晚会有无同款的热闹气氛，由台南在地知名的飞鱼乐团演出侪充满热情的歌曲。主唱也发挥创意，将7号以及林树杰这个关键的字拢加入歌曲当中。在伊的带动之下，现场气氛也愈来愈高调。林树杰在这段期间的认真，得到侪乡亲的支持。立法委员林俊宪也特别到现场为伊徛台，肯定伊一步一脚印的拍拼。我伫今仔暗头的时间，我有甲咱书记兄伫咱后壁周边的社区，一家一户去甲大家拜访，拄到真济拢是我的厝边头尾，拢是我的亲戚朋友。我发觉到
因已经有真侪人，不但是知影事件，拢甲我讲伊要支持林书记。我讲啊，你是安怎要支持林书记？伊讲哦，我看伊几若届，我菜市也拄着，路边也拄着，大家小人拢有机会看到伊。我毋捌看到迄骨啊认真拍拼，所以拢甲我讲伊即边议员吼要投互林书记。随后，民进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也甲林书记共同来进场，一方面展现团结的气势，另外一方面也展现出两位拢要胜选的决心。书记啊，一路行来，会使讲无啥物背景，无啥物派系，只有靠伊一个，以及伊上可贵的，就是伊的朋友伫遐，伊的在座的兄弟，伊的在座的姊妹。所有甲书记徛做伙，咱是上大派、上大党，你讲对不对？在咧众人的支持甲期待之下，市议员候选人林书记来登台，除了真感谢一路来支持伊的所有民众，也再次强调家己的选情毋是稳调的，是真紧张，需要更侪选民来支持。我嘛毋知我到底有票啊无票。阮即区会当讲是台南市一级的政区。大家拢是选前的老将，大家拢足够选举的，而且因的组织，因的过去的服务案件，因的支持者会当讲做坚固的。我只要拜托各位，事件绝对无像外口讲的安尼稳过。若要稳过，就是咱在座咱这朋友，恁爱出来登票，而且恁一个人爱甲事件斗90票，事件才有机会。恁讲个是毋是啊？林书记头一届来参与政治，即马只剩最后一里路，伊也辛苦来拜托乡亲，给一个服务的机会。咱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选举的脚步愈来愈接近，侪候选人也传出了选情紧张的消息。前行政院长姚锡坤就半间南下来徛台，第一站来支持着东区市员候选人蔡洪全。接下来也马上赶场，甲南区、安平区的市员候选人周丽珍做伙扫街游行，希望会当来优待因的选情。前行政院长姚锡坤11月17号特别南下，一透早就来甲东区市员候选人蔡洪全来面会，并为伊徛台，予伊满满鼓励。姚锡坤来表示，会当讲是政治模范生的蔡洪全，因为伤过优秀。所以传出有其他候选人甲选民讲要分票的消息，也因为安尼，互蔡洪全出现危机，所以伊特别来甲大家讲，千万爱为伊支持蔡洪全。可以说这样，就是说对教育啦、对环保啦各方面的他都有所涉猎，所以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那口碑好，大家觉得说他的表现好，那在多席次的选举可能会。有偏票吼，分票、偏票的这个危机，就是讲，大家要甲偏票，这边3票5票，愈甲学愈济，很可能他的目的就是要分票，所以因为这样会陷入危机。我今天来最主要就是要请台南市民一定要记得，优秀的、努力的议员一定要用选票来肯定。东区这道的选举真的有一点不一样，因为甲设处，咱家己就减一色所以今仔日我们的尤院长特地下来要跟旺泉加油，就是讲咱一定爱保掉这色真真正正为文化、为咱专业咧拍拼的蔡旺泉。面对目前东区选举的情势，蔡洪全也坦白来表示有信心，但是无把握，所以也是爱辛苦来拜托乡亲，爱全力，而且唯一给支持。当然信心有，但是不能够大意，因为总是4年前、4年后的大环境，与我们来讲是大不同。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个东区的人口减少，所以席次少了1席，这的确是最大的一个压力。那么我们就是稳扎稳打，但绝对不能够大意。但事实上，确实有危险，确实有危机。那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努力、更加强。所以院长才特别的南下来帮我们拉抬声势。
随后，前行政议长尤锡坤也来赶场，小听到南区安平区市员候选人周丽珍，伊肯定着周丽珍少年个活力，爱大家给少年人一个机会。今天就特别来为周丽珍来加油打气。周丽珍她留学回来，年轻有活力，对教育特别的重视。那希望。就接他爸爸的棒子来继续为民众服务。希望台南市民能够给他一个机会。我是南区安平区市员候选人登记第4号周丽珍。今仔最欢喜尤院长热爱到台南来丽珍加油，嘛要看丽珍做回来车队游行，阁有今仔咱的陈廷飞委员嘛做伙陪同。丽珍这个陷入苦战，拜托拜托。周丽珍动税，周丽珍动税，周丽珍，周丽珍，周丽珍，动税，动税，动税。距离选举只剩几天的时间，即马所有的候选人拢全力动起来，就是希望会当伫咧即个选战当中赢得胜选。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民进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把最后一个选举进程的就不假期，伫大台南4街走总拜票，并且也提出了10大教育政见，即马也集中着气势，伫咧最后一个拜日来造势。现场就来了上万名的民众加支持，营造出团结的胜选。选战拍到最后一个礼拜，民进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嘛把握最后机会举办造势活动，现场来了侪热情甲支持的乡亲，也因为这个南部选战拍到相当激烈，所以侪民进党即马伫咧中央服务，但过去长期伫咧台南的官员、议员或者是立法委员，拢来甲黄伟哲徛台斗相听。其中伫咧民进党市长党内初选的时阵，甲黄伟哲竞争上界激烈的立法委员陈廷辉，也特别半工前来徛台，展现出民进党团结的气势，也向选民来表示，不只是台南爱赢，高雄嘛爱赢。所以要拜托着咱乡亲时代，不是台南爱赢尔，高雄嘛爱赢，大家讲嘛。咱对今仔开始，除了台南爱求票，咱嘛要拜托咱所有乡亲时代，咱的电话举起来，咱有高雄的朋友，有高雄的亲情，唔通放弃每一个机会，咱该拜托，咱该恳求高雄人袂当互唱衰。造势活动进入高潮，支持者大声喊着黄伟哲的名，黄伟哲也伫咧长长的队伍当中，一路甲支持者握手拍招呼。嘛因为民众上过热情，黄伟哲开了10几分钟，才行到舞台顶。伊也来表示，选战拍到最后一刻，一定会坚持落去，用正面的政见来打动选民的心。这届选举，伟哲要甲大家证明一件代志，就是咱要用政策。甲对手来直球对决，选举前100天，伟哲甲大家报告，每一天提出一个政见，结果甲暂时95天过去啊，伟哲提出了足侪政见，但是咱的对手，我听到伫95天前共款，继续咧抹黑，继续甲咱造谣，继续甲咱做人身的攻击，这种的人，咱用选票甲证明，伊是无一道咧讲骗票。造势活动由着黄伟哲带着台南所有的民进党候选人，因拢团结做伙，因也有信心会当赢得台南这届选战。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竞选总部上午公布了选举进程，将要首创连续36点钟直播的超级计划，要对11月22号下午10点选择对下营来出发。要用36点钟串联着全台南市37区，将要透过影片甲现场来打进台南人的心。市长候选人黄伟哲竞选总部总策划郭国文甲发言人曲丽丽表示，甲传统选情造势无同，过去选情之夜，大部分的候选人拢是以定点的造势暗会为主。不过，这届市长候选人黄伟哲将打破传统，要用连续36点钟直播的方式，串联全市37个区。我们想要联手打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最后造势的活动，
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呢，就是空前完全没有人办过的。那我们想要采取所谓36小时直播的方式，来串联37区，来串联社会的声音、参选的声音、社团的声音、外县市朋友的声音，把它串联起来，来展现台南上好模样，不是别人咧讲的台南又老又丑的这一种论调。因为咱这些朋友都一直在问讲选前之夜是否要造势？但是我们是觉得说，一场选举已经让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辛苦。那么我们也有成立一个台南市的城市愿景馆。我们那一天在36小时的直播车子回到台南市城市愿景馆之后呢，市长黄伟哲会在乡亲的陪同之下上我们的直播车来发表他的感性谈话。伫记者会中，因候选人吴伟泰嘛正伫个扫街拜票，现场嘛甲候选人出列连线来一段直播拜票。黄伟哲、吴伟泰跟大家问好，也要拜托支持一样黄伟哲，会努力声音实在很大声，可是我还是很努力。今天你可以看到好几位议员能跟我们一起来扫街，所以说坦白讲是蛮累的，但是我们会继续努力。Hello。36点钟的网络直播，将于11月2日上午10点，选择对下营出发。东港起将以3台直播车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而且透过影片、候选人甚至公民团体等开讲，最后一名候选人回来城市愿景馆，将会将直播车发表感性的谈话，呼吁台南人做伙站出来挺台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他会用那种仪式，对，用仪式，然后奉献。他不要管他，他应该去厕所吧？对啊。是吗？刚不是才去过？就是他，灯怎么关了？奇怪。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很奇怪哎，搞惊喜哦！许愿。我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健康。老梗哎，你在客套什么？吹蜡烛，吹蜡烛。耶！18岁了吗？可以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当然啦，参加公投嘛。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啦，你们不知道吗？真的假的？真的，这就是那样。你们两个上课聊什么天？给我站起来！说，你刚给我们聊什么东西？什么事情这么好笑？也让你们用上课时间在这里聊天？不说是不是？季柔，告诉老师，他们两个刚刚到底在聊什么东西？我真的不知道。那你要扛他们两个是不是？老师，你不要动他。我说。我刚刚说的是，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上到这里有什么问题？老师，我有问题。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我有话想要跟大家说。请说。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1000同学讲的非常的好。还要谨记5不4要：第一，不可携带手机和摄影器材；2，不可撕毁或吸出选票和公投票；也不可以盖私章或按指印圈选
4. 不可将异物投入票轨。5. 不可出示选票或公投票。还要记得携带身份证、印章，还有投票通知单。没错，要注意哦，只能使用投票所提供的圈选工具。8岁以上要记得参加公投，20岁以上则要记得去参加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还有公投哦。11月24要记得投票哦。哦，对，投票。学姐，我有话要告诉你。什么话？就是我18岁就可以参加公投哦。因应永康地区的人口增长，警察局永康分局经过了一连串的行政工程过后，全新的分局总算伫咧19号这天落成启用。未来也毋忘会当为永康地区带来更加良好的治安环境。因应永康地区的人口成长，也有发展中心的转移，市警局永康分局经过一连串的行政计划以后，终于伫今日下晡正式落成启用。会中邀请这位贵宾共同来见证这难得的时刻。庆贤财，圆满成功，顺顺利利。就我们现场各位老板们，能够黄土大雅，事业步步高升。我们在治安上得到市民的支持跟肯定，那所以这几年我们也相对的在远景的执勤的安全、福利，还有我们的执勤的我们办公的环境。都积极的投入哈，那在议会的支持之下，还有立委在预算的协助之下哈，我们过去这几年投入了12亿，包括五个这个派出所的新建，还有我们这个分局的新建哈，另外呢还有针对老旧的厅舍，我们去加以补强，有得到内政部的支持加以补强。过去这几年总共投入12亿的经费，我想这在财政困难有限的情况之下。是非常的不容易。永康分局搬迁的计划对1802年开始规划，听下嘛开2单元时间5亿经费来建造，到底大量的时间加金钱，就是为了造好民众有更较好的治安环境。警察局长吴宗林嘛会中感谢各界支持，才当让新的分局会当顺利完成。都很感动了哈，不光各党各派哈，对我很容忍了哈。谢谢我们2位检察长，另外一个高检署的检察长哦，2位检察长联袂出来，还有我们调查处处长哈，我们是3位一体啦，我们3个大家团结很好，就是要保护台南市民，就是要对付犯罪。谢谢市长，谢谢今天参加的很多的警察的好朋友，我实在没有办法一一致谢哦，谢谢你们，谢谢。治安的好歹是真侪人判断一个城市品质的重要关键。随着人口增加，治安的事件嘛会对咧提升。而新的分局启用以后，将有更较侪办公空间，会当来接受新的经历，为了呢客家再来更较好的治安品质。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多云，温度20度至29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11月1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祖和，咱再会。